高咁高嘅，不過今日就冇帶嚟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日出住最矮嗰兩格嘅高單碌俾大家睇住先。咁單輪車咧最講求咧，其實除咗自己嘅個人技術之外咧，其實更加講求嘅係一啲團隊合作嘅精神。因為咧，你會見得到咧，佢哋每一個人咧，除咗佢唔可以跌車之外咧，其實佢都唔可以連累到其他嘅隊員去跌車。因為如果佢一個行左一個行右，大家拉扯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好容易會發生碰撞。咁甚至乎咧，我哋人數越多嘅花式咧，其實練習嘅時間亦都需要越長，因為大家需要磨合，需要去練嗰個時間點，到底幾時去做嗰個動作。例如而家佢哋咧一路做緊嘅就係中間對穿嘅動作，係相對地咧係好高難度嘅，因為咧我哋呢個台咧係比想象中細咗。咁佢哋係需要咧去調整嗰個角度、速度、距離等等各樣嘢咧嚟到去做呢個動作。咁你試想下兩位團員喺咁高嘅單輪車上面咧，係去控制一個咁細嘅範圍咧，係相當之高難度。所以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哋得唔得啊？咁我哋咧除咗一啲頭先係兩個碌一個高一個低之外咧，我哋仲有啲咧係越嚟越高難度同埋人數越嚟越多嘅表演。咁啊，譬如我哋而家咧將個人數咧由頭先6個人咧增加到去8個人咁多。不過我哋咧曾經試過咧喺紅磡嘅體育館入邊咧係有10幾個團員一齊表演都試過。所以今日人數嚟講咧都 OK 嘅，8個人。